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超時空盲盒，我係你哋嘅維度領航員 TY。喺呢度，我會用自己超主觀嘅視覺同大家解讀唔同嘅作品。凡事冇絕對嘅，我哋唔追逐標準嘅答案，淨係會進行有趣嘅追問同埋深度嘅探索。好啦，咁就等我哋一齊去解鎖每一個故事背後隱藏嘅驚人設定啦！事不宜遲，Let's Go！唔知道收聽緊嘅朋友以前有冇睇過《封神演義》或者《封神榜》呢？雖然而家講起呢可能會暴露咗自己嘅年齡啦，但係其實我細個睇 TVB 播嗰陣時呢，真係好 hit 㗎呢套劇。喺大家腦海入邊可能會即時浮現咗陳浩民飾演腳踏風火輪既反叛又得人中意嘅哪吒，又或者由溫碧霞飾演艷麗無雙最美麗嘅妲己。呢啲經典嘅形象承載咗我哋對中國神魔世界嘅傳統認知，亦係《封神演義》呢一套小說同劇集最大嘅特色，就係法術、神仙同埋正邪大戰。但係以上提及嘅一切傳統概念，都會由今日我哋所介紹嘅一位日本漫畫家藤原龍徹底顛覆咗佢。藤原龍好巧妙咁樣借用咗呢一個中國神話嘅骨架，大膽注入咗當年劃時代極具前瞻性嘅科幻機械元素。呢一部漫畫作品其實早已經唔再係單純嘅神魔大戰，佢根本就係一場人類反抗被操縱命運、追求自主權嘅獨立宣言。雖然佢用咗明代許宗林原著嘅名，但係靈魂係徹頭徹尾嘅日式熱血硬核科技嘅王道漫畫作品。成個故事嘅核心矛盾並唔係傳統嘅正邪對立，而係被操縱嘅歷史對抗人類嘅自由意志。故事一開始嘅時候，其實佢同真係嘅其他少年漫畫一樣，或者佢都好似一隻 RPG game 咁樣。背景喺商朝末年發生，妖狐妲己迷惑紂王，搞到民不聊生。崑崙山教主原始天尊就派咗主角太公望落山執行封神計劃。表面上呢條主線就係打倒壞人，封印佢哋嘅靈魂。太公望沿途收集唔同嘅伙伴啦，同埋佢就升級咗佢嘅裝備同武器。但係藤原龍喺故事嘅開頭，其實已經埋下咗兩個非常之重要，亦都極之深嘅伏筆。第一個伏筆就係主角無能嘅偽裝。作為男主角，太公望表面非常之懶散，亦都好清閒，戰鬥力俾人嘅印象亦都奇低，成個無賴咁樣。但係實際上，太公望係特登用呢一個形象去麻痹佢嘅敵人，令到佢嘅對手輕敵。而佢亦都係全書最聰明嘅策士，佢係極少數會用腦多過用力去對戰嘅主角。佢嘅強大在於佢對每一場戰鬥或者當時唔同情況嘅佈局。而第二個好早期埋下嘅伏筆就係哪吒嘅兵器屬性。作為第一位入隊嘅隊員哪吒，佢嘅設定呢，其實係一個改造人。咁故事裏邊呢，就會叫佢做靈珠子。佢一出場嘅時候呢，就已經直接向觀眾展示咗喺呢一部作品裏邊嘅世界觀。所謂先人嘅法寶，其實就係古代超科技。而家傳戶曉屬於哪吒嘅法寶風火輪呢，喺呢一度呢，就成為咗一個噴射器啦。乾坤圈呢，就成為咗可以發射出去嘅鐵環，可以追蹤佢嘅敵人，攻擊佢嘅目標。而呢一啲嘅設定呢，亦都完全奠定咗呢一套作品之後所走嘅科幻路線。咁隨住故事嘅劇情推進啦，咁太公望呢，就喺唔同嘅支線任務裏邊或者劇情裏邊呢，就收復咗唔同嘅盟友同埋隊友啦，即係包括有楊戩啦、黃天化啦、雷震子啦、黃飛虎等等呢啲家傳戶曉嘅角色。
咁去到劇情嘅中段啦，亦都係一個高潮位呢，就係關於仙界大戰嘅篇章。咁如果熟悉原著嘅朋友都知道呢，呢一場仙界大戰其實原本都係仙教同埋截教嘅教義之爭嘅。喺藤原龍筆下呢，呢一場仗呢亦都變成咗變革同埋守護嘅對決。喺呢個篇章裏邊呢，亦都出現咗一個對作品非常之重要亦都關鍵嘅角色，就係太師文種。喺呢一個古仔裏邊呢，太公望代表嘅係破舊立新嘅思想，而商朝嘅太師文種呢，亦都係代表住維護傳統嘅一種思想嘅。文種咧可以話係呢一套作品裏邊塑造得最成功嘅反派角色，甚至乎咧佢係一個悲劇嘅英雄嚟嘅。佢並唔係一個大奸大惡嘅人，佢係秩序同埋忠誠嘅化身。佢知道紂王其實已經係一個無藥可救嘅國君，但係文種太師呢亦都冇辦法背棄佢自己守護咗300年呢一個殷朝嘅基業。佢就好似一個嚴厲嘅父親咁樣，獨自去撐起城頭家強嘅靈獸師。佢所擁有嘅恐怖實力呢，可以令佢一個人單挑昆崙12仙，用咗一條會吸食靈魂嘅超級法寶禁鞭。即使打到身體千瘡百孔都好啦，文種太師亦都用佢堅毅嘅精神力，苦苦咁樣去支撐住呢一場嘅戰鬥，支持佢繼續生存落去嘅，除咗佢自己嘅自尊，仲有嘅就係佢對摯友喺故事裏邊中途已故嘅鎮國武成王黃飛虎嘅執念。喺太公望同埋文種最後嘅對戰裏邊呢場仗嘅勝負其實並唔係取決於佢哋嘅武力值有幾咁高。太公望喺最後嘅關頭直接指出咗文種嘅矛盾。佢話：文種，你太強大啦，正因為你太強大，殷商先冇辦法去滅亡，新嘅時代先冇辦法去嚟臨。你本身就已經係約束在人類歷史發展嘅最大枷鎖。聽完太公望嘅說話，文種頓悟咗，佢意識到自己過度嘅保護，令到殷商變成咗一具唔識長大，淨係得返軀殼嘅喪屍，而佢亦都發現自己成為咗阻礙歷史前進嘅亡靈。喺整場嘅仙界大戰裏邊，我覺得個結局呢係相當之催淚嘅，而文種呢亦都最後展現咗傳書最釋懷嘅微笑。其實文種係冇俾太公望打敗嘅，而係佢喺金澳島崩塌嘅時候主動放棄咗生存嘅執念。佢喺最後嘅關頭，佢好似見到佢嘅好朋友黃飛虎喺另一邊等緊佢，然後佢就隨住舊時代嘅殘軀一齊墮入呢一個深淵。文種太師嘅死象徵住父權式守護嘅結束，亦都係代表住一個舊時代嘅終結。佢嘅放手雖然令到舊時代或者舊王朝嘅崩塌，但係人類嘅新時代亦都終於可以開始。而文種亦都係呢一套作品裏邊一個最悲慘，亦都係最溫柔嘅獨裁者。好啦，故事咧去到文種太師倒下之後，舊時代結束，而呢一套《封神演義》真正嘅敵人同埋真相，終於都開始浮出水面啦。而劇情亦都正式進入咗一個超時空嘅領域。冇錯，佢亦都係開始同原著進入一個非常之大嘅分歧。首先呢一個古仔第一個嘅 boss 妲己，其實佢並唔係單純嘅一隻九尾妖狐，佢操縱朝代嘅更替，其實目的係吸取大地嘅力量，企圖同地球融為一體，成為新嘅星球生命體，亦都即係大地之母。更令人震撼嘅係封神計劃嘅真相，原始天尊透露咗封神台其實
根本就唔係一個囚禁住先人魂魄嘅監獄，而係一個高次元嘅能量儲存倉。而呢個計劃嘅真正目的係將所有強大嘅先人以及道士由人間強行撥離，送到去另一個次元，就係製造出嚟嘅神界。好啦，究竟點解封神計劃要咁樣做呢？原來喺人界裏邊，如果仲有先人嘅話，先人就會以佢超凡嘅力量去干擾平凡人嘅社會，亦都會阻礙咗人類獨立地掌握佢哋嘅歷史。所以封神計劃其實係想將神呢一個概念由人界裏邊撥出，而呢個正正亦都可以達到人界同埋仙界真正嘅分離。咁經歷咗前邊嘅唔同大小戰役同埋仙界大戰之後呢，故事嚟到最後尾，亦都係進入咗一個最具哲學深度嘅篇章。最終 boss 女媧喺呢一個篇章裏邊登場啦，藤原綠亦都將佢設定成為一個外星人。佢嘅外形呢，就致敬咗非常之經典嘅外星異形。有一個比較長嘅腦袋，四肢呢就比較長同埋幼噶。女媧嘅母星呢被殲滅咗之後呢，其實佢就先嚟到地球嘅。咁而佢亦都希望地球嘅歷史可以被改造成為同佢家鄉母星一模一樣嘅完美歷史。呢一個所謂嘅完美歷史，就係導致到後邊嘅歷史導標。因為每當人類發展偏離咗女媧所寫好嘅劇本，譬如話佢嘅科技發展得太發達，女媧呢就會啟動殲滅文明呢一個階段。殷商嘅滅亡呢，其實只係女媧無數次 reset game 嘅其中一次嚟嘅啫。喺呢個時候呢，亦都揭曉咗太公望嘅真實身份。太公望其實佢就係當年背叛咗女媧嘅同族。伏羲喺背叛完女媧同佢大戰完之後，佢將自己嘅靈魂分割，遍佈咗幾千年之後，佢希望可以培育到一班打倒到女媧嘅人類以及先人。而太公望亦都係伏羲喺分割咗靈魂之後轉身嘅其中一部分。而太公望嘅另一部分靈魂呢，就係故事裏邊出現嘅另一個反派角色黃天君啊。最終決戰呢，其實就唔係較單挑嘅。太公望同埋黃天君融合翻做伏羲之後呢，佢哋選擇保留咗太公望嘅人性啦。咁呢場戰鬥呢，絕對係靠全人類嘅意志去贏嘅。經過咗唔同嘅思想衝突同埋互相博弈之後，喺最終嘅結局，女媧終於都發現，其實佢自己都只不過係一個沉溺於過去嘅亡靈，而最終呢，佢亦都係成個靈魂消散喺呢個世界裏邊。歷史呢係冇劇本嘅，未來亦都冇一個軌道。喺故事最終嘅結局裏邊，太公望選擇消失喺人群之中，因為一個真正屬於人類嘅世界係唔需要所謂嘅英雄或者神去引導噶。好啦，咁講到呢度呢，就不如我哋都總結一下點解藤原龍所寫嘅《封神演義》對於我嚟講都算係一部神作啦，或者我自己點解真係咁中意呢一部作品，成為我開台以嚟呢第一個同大家分享同介紹嘅作品。咁首先第一樣嘢呢，就想講，即係個漫畫裏邊呢，其實係講咗一種徹底嘅反宿命論啊。喺原著裏邊，《封神榜》呢，其實講求好多都係天數已定啦，天命已定。但係呢藤原龍嘅漫畫版裏邊呢，其實佢所主打嘅概念就係歷史係唔需要有導標噶。太公望嘅勝利呢，係人類擺脫咗歷史嘅劇本，掌握咗自己命運嘅一個象徵。而第二樣嘢呢，就係關於先人嘅重新定義啊。其實喺個古仔裏邊呢，先人係擁有高科技嘅特權階級啦。咁而整個封神計劃嘅本質呢，就係一場消除特權，令到權力回歸翻平民嘅一個社會革命。咁而第三樣嘢呢，就係關於妲己嘅複雜性啊。
即係作為呢一套漫畫裏邊由開始嘅一個好主線嘅反派角色啦。妲己雖然佢嘅行為係殘忍嘅，但係其實佢呢係對抗女媧嘅另一種極端。佢唔想俾女媧去控制，所以佢就想成為地球嘅本身，成為呢一個大地之母。佢嘅存在呢，其實某程度上係令到個古仔層次呢變得更加豐富咁樣噶。咁而除咗即係以上呢幾個角色我有提及過比較重要啦，或者係喺個漫畫裏邊嘅戲份比較重之外呢，其實喺整個《封神演義》裏邊好多唔同嘅人物設定，甚至乎佢哋嘅武器呢，都令到我有相當之大嘅印象，亦都非常之深刻嘅。譬如話黃天化呢一個角色，佢喺個劇情裏邊佢有干將莫邪劍啦。咁喺藤原龍嗰一個嘅作品裏邊呢，呢把劍呢其實就變到好似星球大戰嘅激光劍咁樣噶。咁溥儀仙人呢，佢嗰個嘅靈元球呢，其實佢個運作呢就係一個化學嘅周期元素表啦。佢嘅大忌呢，就係利用呢一個元素表呢，就去混合成一個核爆炸咁樣。咁其實即係當年我睇嘅時候呢，就覺得非常之犀利嘅呢個作者，因為其實佢運用咗，亦都致敬咗好多現實生活所唔同嘅一啲知識啦，或者係一啲電影裏邊嘅梗咁樣。咁而且佢亦都有一啲嘅角色呢，其實當然係同原著唔同啦。譬如話楊戩呢個角色呢，佢嘅喺故事裏邊咧，雖然佢冇哪吒或者太公望嗰個戰鬥場面咁多啊，但係其實楊戩喺呢一套漫畫裏邊呢，即係佢係一個美男子之餘呢，其實佢有講佢亦都係通天教主個仔啦。咁佢同通天教主嘅關係呢，就有啲似星球大戰嘅黑武士對住Skywalker 講就係 I'm your father 咁樣，係啦，即係兩個敵對嘅勢力呢。原來一個係個仔，一個係老豆。咁而中間佢哋都有啲父子情呢。其實雖然冇其他咁精彩，不過我個人都覺得係非常之好睇，所以令到每一個角色呢都有屬於佢哋自己嘅篇章，同埋佢哋有佢哋嘅故事，就唔會令到呢好似整個古仔呢純粹係講太公望出嚟去唔同地方收集佢嘅隊員，跟住大家就去打仗。因為每一個隊員其實佢背後所用嘅武器設定，甚至乎佢哋嘅故事背景呢，其實我都覺得藤原龍係有用心去寫或者去設計佢哋嘅嘢嘅。咁而哪吒最後尾即係佢有個絕招，就係用呢一個金鉸剪咁樣係出七色彩龍咁。其實呢啲畫面都相當之華麗嘅，所以即係當年我自己睇即係無論漫畫又好啦，還是TVB 有播過佢個動畫版嘅。咁我嗰陣時真係好中意呢一套嘢。咁不過近年嚟呢，佢又再去重畫翻，就有呢個《封神演義蒼穹篇》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畫質提升咗之餘呢，咁係人物嘅設定都細膩咗嘅。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呢，咁我都好推薦大家可以睇下呢套作品啦。咁如果其實大家都想聽我去即係再深入啲或者再詳盡啲去講每一個章節或者每一個古仔裏邊嘅劇情嘅話呢，歡迎留言話俾我聽。即係如果好多人都想聽話你去講下嘅話呢，咁我會有動力去做多啲嘅。咁我就可以即係23本書，咁我就慢慢去睇，睇完就同大家再詳細去分享裏邊嘅劇情，甚至乎每個唔同章節嘅彩蛋或者我個人嘅睇法呢。咁如果大家想睇嘅就歡迎留言話俾我聽啦，咁樣。咁好啦，咁今集超時空盲盒呢就開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中意呢一種深度嘅解讀呢，歡迎大家訂閱、like 同埋 share， 甚至乎俾 comment 我話俾我聽，大家仲有啲乜嘢漫畫或者作品呢可以提供俾我，話俾我聽，我去睇，跟住再同大家分享嘅。我係 TY，我哋喺下個時空再見，拜拜。